男子200米嘅初賽第一組咁啊，見到咧就係喺內線啊，咁啊梁樂瑤啦，就係澳門嘅選手咧，亦都係喺個彎度跑得唔錯嘅，咁啊暫時帶咗出嚟咧就係日本嘅植松康泰嘅，咁啊另外就係崔成元啦喺第2位，大家都睇住個位置啦。咁啊至於我哋香港嘅代表啊，咁啊就係古卓峰，咁啊但係古卓峰咧同梁樂瑤咧就好近咁樣衝到嚟翻嚟終點嘅，咁啊就要睇下啦。究竟最後啊邊個咧能夠係大 Q 啊第3位咧就可以入到去決賽。咁啊，見到日本嘅選手植松康泰就係率先衝過終點，跟住就係韓國嘅選手，然後呢就係中國香港嘅古卓峰。OK 啊，古卓峰，咁啊原來都見佢臨尾都有少少收補，係啊，佢望住內線，因為知自己已經有大 Q 咧，都唔需要再特登去發力。